伫咧掠毒品，也有找炸弹的任务当中，拢会当看到警犬出动。即马新北市有5只要替一个警犬，想要找新的主人，开放民众会当去申请领养到4月13。我的。 这只边境牧羊狗合作查理，伫新北市警犬队服役期满，佮有咧耍球的合作女比。因过去的任务就是掠夺、进步、甲毁掠的所在。我们平常的训练的话分为2个，第一个呢是嗅觉训练，就是我们最主要的。 然后第2个就是服从训练，透过它的吃或是玩来做训练。林肯员工这个警犬除了参与过国庆勤务，嘛是真侪重大活动为安的好卡手，通常服役4至7天就会退休。新北警犬队嘛表示，自成立9冬瓜以来，去年开放第1批领养，成功媒合8只，今年开放第2批领养，总共5只狗仔，希望替因找到好新厝。 必须有养犬的经验哦，因为毕竟我们的狗都是中大型的狗哦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要有家里呢，希望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活动空间。 新北警犬队指出，要领养的民众希望有饲过中型犬以上的人较好，另外嘛袂当有违反动保法等等的案底。自开放领养执行以来，目前有60个民众表达意愿，会透过书面审查、举办见面会来筛选，然后去到申请者的厝内做环境的评估，开放申请领养到4月13。详细资讯，民众会当去新北市恒大警犬队面册来查询。记者电话里小开新北采访报道。